注意，這是來自香港消防局的緊急火災緊急警報。請仔細聽，我們目前在大埔宏福苑附近地區發生了重大火災事件。這些火災對公共安全構成了直接威脅。如果你在受影響區域內或附近，你必須立即採取行動：一、立即疏散到安全地帶，不要拖延；二、如果你無法撤離，請在室內避難，關閉所有門窗，防止吸入煙霧；三、避開受影響區域，並遵循急救人員的指示，保持冷靜，隨時了解情況。更新將透過此渠道和你的移動緊急警報提供。如需進一步幫助，請撥打999聯絡緊急服務。請與朋友和家人分享此資訊。你的安全是我們的首要任務。保持警惕，並留意進一步的更新。